后来乡亲啊，所有来关心疫情相关的消息。疫情指挥中心宣布，甲高端疫苗纳入到公费来注射，而且专家会议嘛同意甲 AZ、甲莫德纳、甲高端疫苗套蓝类注射，也毋过开放的时间也未确定。专家来表示，鸿海甲台积电所购买的辉瑞 BNT 的疫苗，若是9月会当来进口，那呢将近350万的第一剂注 AZ 的民众，都有机会套蓝来注 AZ 甲 BNT。根据着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，两剂拢来自 BNT 的效果上好。所落来是这个第一剂自 AZ， 第二剂来自 BNT， 第三名是第一剂来自 BNT， 第二剂来自 AZ。上尾一组是两剂拢来自 AZ， 也毋过套蓝无共款的牌子来注射，这个副作用嘛较悬。台湾的疫苗量愈来愈济，应用台积电买 BNT 疫苗，估计伫9月份就会进口。不过，台湾目前已经有将近350万人注过 AZ 疫苗。指挥中心拍算要开放注2种疫苗来看效果。依照英国牛津大学研究，注2剂 BNT 中和抗体效价上悬，虽然是头一剂 AZ， 第二剂 BNT 的有12900，第三名是 BNT 加 AZ 的。最后一组是2剂拢注 AZ 的，抗体敢若13，前后注2种无同款的疫苗，效果敢若袂歹，不过冇副作用。如果有一些对发烧比较没有耐受的情形，可能也要会加重心脏负担的，也是要考虑。专家表示讲，依照目前的研究来看，注同一种牌子2剂拢注 AZ 的，注第二剂是发烧比例是3%，男咧做的发烧比例会升到40%，同时规身躯畏寒无力的症头嘛较明显。不是说，如果行政单位可以做，当然是可以安排；如果是不行的话，可以延缓，等到 BNT 开始要进来的时候再实施也可以。虽然台湾要安怎开放注无同款牌子的疫苗 ，ACIP 委员黄玉成表示讲，大家关心这个疫苗的量甲行政效能。随着国际上每一间牌子疫苗的量慢慢到咱台湾了后，今后敢毋使注2种无同款牌子的疫苗，将关系到未来台湾的疫苗注射论。